亦嫌我悶，一起倒給背叛。我好似 YY 對唱專業咪對耳咪歌手咁樣。Hello， 大家好，這是熊太老師 Reaction。MC 張天賦即將要來廣州開演唱會了，官方的票務已經開啟了預約，希望喜歡 MC 的朋友到時能夠搶到票啊！不知不覺幾年間 ，MC 張天賦已經從一位新人變成一顆炙手可熱的星星啊！而最近我發現了一個 MC 2021年剛剛加入華納的時候，跟 Guarantee 湯令山一起合作演唱的視頻。當年兩位都還是新人，現在都已經各自跑出了自己的賽道。那麼當年這個視頻，兩位到底擦出過什麼樣的花火呢？點個星星打卡，我們馬上聽歌。E 先生連環不幸事件，嗱呢個係姜濤嘅隊友呂爵安嘅歌嚟㗎。連環錯愛，有誰救我不幸？正 MC。被留在地雷陣，未移民。然而對你，我無法太安分。但舊事沒遺憾，盡人似早早不如信良心，背脊責我從未陪襯，都咁怪嘅。只想找一個伴，談崩壞的名盤。兩個人把聲完全音質唔一樣嘅。亦太一般，無一難可自滿，全心厚待你，仍然功倍，但事半，就是耐性最好的，亦嫌我悶，一起倒給背叛。夢想越想越悲觀，誰想要博自保，千金也不換，明明並不圓滿，然而若小塵滿，怎麼敢談判？哇，湯令山嗰段，或者我唔係話佢唱法，即係我話音質，佢支咪係咪冇調好咧？啊，好似缺人缺得好犀利咁，電話聲咁樣嘅，點解好似？還勤性格，帶來更重災禍。嗱，MC 段就好飽滿噶嘛。但仍舊自命有團火。如果老天有眼派你來扶起我，只想找一個伴，談崩壞的名盤，樣樣亦太一般，無一難可自滿，全心厚待你。事半，就是耐性最好的，亦嫌我悶，一起倒給背叛。夢想越想越悲觀，誰想要博自保，千金也不換，明明並不圓滿，然而若小塵滿，怎麼敢談判？佢好似 YY 對唱專業咪對耳咪歌手咁樣，但係兩個支咪一樣嘅喎。求別讓我遺憾大滿貫，也許最後是輕且寬，漂亮過燦爛過你話背喜歡我們，80歲到病榻相伴，我也算是笑着蓋棺。即使找一個伴，越找越不樂觀，但現在已不管，情願調整自我觀，茶杯未滿，仍然裝着大半，盡力做我這手牌，若無法換，一生都給背叛。這份悲觀，連麻無盡在戀，教我何背心苦，今年錯了大半，明年或者圓滿，終身都圓滿。
關心等誰接管。其實我覺得湯靈山其實算唱得好噶啦，但係點解會咁嘅咧？我查閱了一下，原來這是一個麥克風牌子的試賣視頻啊。你可以簡單的理解成，就是找一些歌手來使用他們的設備來展現他們設備的優勢之處啊。但是我覺得是不是有點找錯啊？畢竟大家應該都知道湯靈山他不是以唱功為賣點的音樂人啊，還是說品牌方是故意想告訴大家，他們這個麥克風就是不適合像湯靈山這樣聲線的音樂人來使用？反正我挺難理解華納把他們兩個人湊在一起做這個視頻的用意啊，因為兩個人的效果對比實在真的有點大啊。首先我沒有捧一才藝的意思啊，真的沒有，畢竟這兩位歌手的屬性是不一樣的。個人 T 是創作型歌手啊，個人的主要優勢其實就是體現在作曲和編曲上面嘛，而且他的唱法在他的領域裏面還是受眾挺多的，但畢竟不是傳統唱法啊，在這種傳統的音頻測試裏面就會顯得好像有點奇怪。我說個例子吧，稍微有一點年紀，就是見過 CD 機的朋友應該知道以前有一種碟叫做試音碟，就是賣音響的人專門在客人面前展示他們音響優勢用的。當時一般最常見的就是會用蔡琴的歌啊，比如這首《被遺忘的時光》。是誰在敲打我窗？蔡琴的聲音是非常飽滿的，就是這種飽滿的聲音才能體現出音頻設備對聲音的各個頻段的解析能力啊。高音甜，中音準，低音勁，一句講晒，通透啦啫。但湯靈山就恰恰相反，屬於非常扁平的聲音，所以只能說真的很奇怪。而且我感覺湯靈山在唱這首歌的時候，麥克風有可能是沒有調好的，不然怎麼缺頻的感覺會這麼重，就像是在用那些山寨的耳麥錄出來的一樣。我覺得加上他比較扁平的嗓音，真的是雪上加霜，聽上去就好像錄音機放出來的感覺。其實這個演唱視頻應該算是這個設備的一個廣告吧，我覺得不應該這樣子啊。如果我是客戶的話，我聽到湯靈山那段應該不會買這個麥克風。哎呀，最後說一下 MC 吧，其實從2019年全民造星2的亞軍到2021年簽約華納，到2023年踏上紅館開連續3天的演唱會，再到今年把演唱會開到廣州，真的不知不覺差不多5年的時間已經過去了。一路走來，我覺得他真的是用他的實力證明了港樂真的還沒有死。我覺得是讓我們找回了我們當初喜歡聽港樂的那份感動吧。希望他繼續加油，早日能成為真正的頂流。不過在此之前，能不能先讓我們搶到1次票？那麼這裡就是本期的全部內容，我是熊太老師，我們下期再見，拜拜。